1點，來睡覺當住。2點，我要睡覺嘞。3點呢？你哋做乜嘅？紅菇，很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2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阿爸，我注意一下，我哋嘅做風頭痛，3點要記得關火喎。好，捱啲咧。你下長1點，下點到3點。很想愛什麼啊？很想愛啥呀？安姐，你要去哪位呀？哈，我要去通學冇下搞啊！剛你晚頭上去咧，阿妹哋喺做風頭湯，你能來看下啊？3點嘅時間記得起來啊！哈，唔過我老同學熱好咧呢。你老同學講晚頭上去好咧啦。係啊，做唔得啦。好啦，小阿英，我記得3點我起來啊！阿爸，係啊，我都讓你熱好咧，2點我去通學冇下搞，你還用解釋啦，哎喲。古世界最偉大的英雄，蘇開這個來了。是你點嘞？解場面3條來睇書。最勇敢的解場面，天成為萬聖節人物。瘋子，給我來跳舞。解場面天成為萬聖節人物。我冇個技巧啦。3點你自己要向阿爸關保。等一下，做唔得，我要出去。唔過我用冇看時鐘，我用第一碼個時間會向阿爸。冇關係啊，我教你。你看哦，一下斷轉幾點2，衝轉幾點12，就係2點嘛，你知咧嗎？斷轉幾點2。衝進幾點12就係2點。顛倒，斷進幾點3，衝進幾點12就係3點。你知咧麼？斷進幾點3，衝進幾點12就係3點。我知咧。錯啊，記得咧嗬。3點我去向阿爸哦，我要去同學不下搞。我要來唔出嚟啦，你要記得咯。這樣子
進一連3，衝進一連12，就係3點。我會看時鐘了咕，世界最偉大的英雄 Super Chicken 來了！12點呢！最勇敢的解創員，通常為完成嘅任務。瘋子，跳下來跳舞。解創員，上到來睇書。慘咧！啊！你下到底叫點呢？時鐘怎麼走這麼慢呢？很無聊哎。嘿，誰掉啊？誰掉啊？嘿，水谷，什麼事啊？你來幫我好不好？要幫什麼忙嗎？誰掉啊？你幫我看時鐘。看時鐘。等到時鐘走到3點的時候呢，你再到外面叫我。時鐘走到3點，可是我不會看時鐘哎。我教你啊。好啊，很簡單哦。你看呢？短針指到3，長針指到12，就係3點。短針指到3，長針指到12，就係3點。好，我知道了。3點再叫我就在外面呢。好。短針指到3，長針指到12，就係3點。長針好像快走到12了耶。奇怪，長針怎麼都沒有動啊？嘿，水谷3點嗎啊？那個長針還沒走到12哎。該就還忙3點嘛，我等一下啦。奇怪，長針怎麼還沒有動啊？水谷3點嗎啊？長針好像都沒有動哎。該就還忙3點啦。水谷，你用啲料未搞 Q？你係阿爸咧哦？還忙啊。俺未係你看時鐘，3點係阿爸咩？誰掉我？第一天上愛看啊。誰掉啊？別叫我點啊！長針。 3點半咧。阿姐，有冇摸起啊？水谷，你做乜摸起阿爸？衝進要馬上到12。乜計妹套啊？慘你啊！慘啦！救我啦你！可是長針一直都沒有動啊。加油，老麥狗！
安江仔，阿祖阿哥，你的肚是用安台啊？咁要？冇人来比下前面。你的下台前面。还得你的台。哎呦，你到底系什么干？就是澡，是酒，还有是啥？我没洗澡、洗酒、老洗澡。刚刚问你几点洗澡？我6點嘅時間洗澡，7點也洗澡，8點還洗澡。6點洗澡，7點也洗澡，8點也洗澡。哎呦，你是聽到你啦，趕緊9點洗酒。我1點嘅時間洗酒，2點也洗酒，3點還係洗酒。1點洗酒，2點也洗酒，3點也洗酒，你是聽到你啦。該洗澡咯。等下，我睇你聽錯係8點洗澡，9點洗澡，10點也洗澡。唔係，你睇錯咧，我是8點洗澡，婷婷。你洗澡冇是按到哦。唔過啊，我8點洗過澡之後呢，9點還是點先，10點也是點先，11點是點先，12點我還愛是小澡。總的。哦，我是聽到咧嗬。沒啦。我講你是小澡，用做得明啊。哈？還用你哦？藍聽啊，做乜嘅？用建築個行過來呢？乜嘅建築個？你講行過來呢？It's me， 建築個建到太平和，滿意馬街個，衝上來嘅阿不多。It's me， 建築個建到太平和，滿意馬街個，衝上來嘅阿不多。感謝收看。